师摕这张互恁看，各位，佛要救你哦，要救你哦。但是你一定要本身要念佛咯。在座各位，你看，南无都是归命啊！你将生命要交予阿弥陀佛啦。 我要依靠归命，就是众生爱信顺佛愿。我完全相信要顺佛的愿，佛的愿伫倒。你爱念我的名号，我救你啊！你无念我的名号，我无法度救你啊！各位，你爱念啊，相信顺从佛的愿，领受佛力，你爱领受接受佛迄个弥陀名号的功德力。 名号的功德力，伊要救你，所以你爱去领受接受。讲名号就是我的生命，名号是全部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所以我爱去领受这个功德。啊，要安怎领受？你爱念就好啊！你念这个名号，伊的功德就好你啊，是安尼。所以人凭伊的救度的意思，佛的本愿就是你称念名号，伊来救度你啊。所以你无念佛，你简单伫遐海苔。 各位浪费时间，每天就是糊里糊涂、懵懵懂懂，感觉你时间真充足。靠你少年遐，你做迷茫你啊！你在做梦，各位。我一直跟恁讲，观察唔是第老的哦，观察是第什么人啊？第死人。少年会死啊未？老人会死啊未？囡仔会死啊未？绝对会死，各位。 每一个人都无法度避免，所以咱知影这个恐怖，知影这个阴面可能随时随地无常对到位，所以咱来赶紧拍拼念佛过，唔是伫啊随随便便安尼啊。这种的人的道心是非常的脆弱，所以各位这都是跟你讲南无的意思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要信顺佛愿，领受佛力，人民以救度我。 所以本愿就是你称念名号，伊救度你就对。这个简单的意思，可以透过安尼真简单的形容。希望咱在座个把握，你自己要把握。你看，不管你是汉慢的人，你是一个真有能力的人，只要你有念佛，我就救你。所以安尼你不要救啊，喂，不要救你，都爱念佛啦，拍拼念佛啦，每天的功课你爱做好啊。 我今仔日的功课拢做好，即嘛今仔日师父伫做就做明仔载功课。每工师父每工就提早一工，因为我知明仔载我无用，明仔载我无用，我今仔日讲卡拍拼，将明仔载功课先甲完成，安尼我才袂紧张。你看我做代志爱做有准备的工课，我要求恁大家一工上少爱念1万佛，师父先要求我家己。 我一定要完成这功课，我才开始充分休困。可以安尼听有无？好，阿弥陀佛。